国防部宣布啊，今年汉光演习有关是10天9暝，另外呢，教招的部分是延长啦，按照美国的规矩嘛是同款10日9暝啦。战车连击火开始射击，无记敌军对海华定了。新德县北侧中心的战场控压馆是未少阿兵哥落基地一定会有的训练，是讲过去的基地训练，敢若5天4暝，未来将会仿照美军，将时间延长到10天9暝。 分3阶段训练、测验到检测，24小时拢无休。那基地训练有改变，今年7月先有武港军政的联合防御操演，到8月10天9暝汉光演习各在登场，当然高调的战场来支援的时间嘛爱延长。我们从今年开始全面实施这个14天的教召，也就是以后没有5到7天的教召了。 新式的武器也爱赶紧运送来台湾，像敌军来的时，旁边有 M1A2T 飞力攻击，去化前海马斯德攻火箭，加干地汽车飞弹会当破坏准载攻击。另外，国军也向美国买 Artis 600无人机、MQ9B 40无人机，更加到300无人机。F-16所使用的是精角硬舱火山堡垒系统，也有野战时所使用的第3代陆军系统，拢总高大武器，并今年交会。修订了武器出口管制法，让台湾享有跟北约 Plus 成员国同等的军售待遇等，会有助于加速对台军售的行政程序。是讲国立向的期待，爱建立的总预算会当顺利通过前提。目前预算冻点，高大武器送到台湾的时间，恐惊也会对你延长。你好，我是宋彦明，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紧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